主要我最近咧就接觸過綠巴嗰啲業界代表啦，佢哋有啲意見咧，我覺得聽起上都幾合理，但係就一直都唔係好明點解個情況會係咁啦。嗱，第一咧，嗱關於嗰個小巴啲牌費，而家一年即係大約8400蚊到，一架小巴16座或者19座啦，除翻開嚟咧，每個乘客平均咧就孭大約500蚊皮費到啦，大致上，即係一個位啊。旅遊巴咧一年咧就係3000蚊，一架巴士係60座，咁啊除翻咧就大約50蚊嘅孭個牌費。專利巴士就仲勁啦，免費牌添，即係牌費啊。咁即係每個乘客完全唔使負擔，咁啊大家都係公交啦，咁啊點解牌費可以相差咁多倍，走咗個大中細超出嚟咧？咁啊對小巴就應該係好唔公平㗎啦。咁啊，今日我哋講緊公共小巴業界嗰啲經營環境啦。咁啊，所以我咧就想政府考慮下將小巴嘅牌費大幅調低。每個乘客咪好似旅遊巴咁孭50蚊咯。咁同佢看齊咧，每架車大約1000蚊到嘅啫。咁啊，第二咧就小巴同巴士一樣都係啲歐盟柴油車。咁啊，政府2013年咧就話，因為改善路邊空氣質素為由咧，將柴油小巴退役期定咗係15年嘅。咁我問過環境生態局啦，因為巴士公司本身有個機制，就18年就換車。咁當年政府冇特別討論巴士嘅退役期。咁直覺嚟講，點解唔可以看齊呢？咁小巴都有18年啦，俾佢用多3年啦，係嘛？咁啊，第三咧就講到小巴司機外勞嘅問題啦。嗱，你哋咧喺2023年6月就公布咗呢個輸入勞工計劃啦。咁啊，23年底就批咗461個配額，就俾啲司機。咁佢哋嚟到唔係即刻開工喎，正話處長都有講啦，考牌啊、培訓啊，先至可以正式上路。咁啊，計翻時間咧，今年底咧就第一輪嗰啲外勞司機都差唔多完約。咁啊，以我理解咧，其實而家佢哋咧根本就係缺司機，即係如果呢啲400幾個位唔續咧，佢啊即刻就缺咗呢啲位。咁啊，所以呢個到期之後咧，繼續呢個咁嘅額續多2年咧，似乎你都冇乜選擇，一定要做。咁但係同時咧，我又有興趣咧，你哋會唔會諗下支援業界積極培訓本地啲新人入行？我都冇理由成日靠外勞㗎，佢只不過幫下啫嘛，係嘛？因為最緊要就係其實啲司機老就退休，而家情況係越嚟越多。咁啊，新人入行又唔係特別踴躍，大家都知道香港唔夠司機。咁啊，希望你正面回應下啦，3點。好啊，3點請啊，運輸署署長。好啊，或者我先回應咗嗰個輸入勞工，我倒翻轉先啦。好似阿議員心水好清，其實我哋分咗2批嘅批次，就係批出咗一共900個公共小巴嘅輸入勞工嘅配額啦。咁第一批呢，就係2023年9月嘅時候批嘅。咁因為佢哋有招聘嘅工作同埋要申請嘅相關嗰個簽證呢，其實第一批嚟到香港嘅應該大概就係2025年底到呢，首嗰個2年嘅簽證就應該大概到期。咁其實我哋都好理解，亦其實由我哋運輸署嘅角度都係覺得，如果首一批嚟到嘅司機，佢哋考咗個駕駛執照，考到牌服務，而僱主亦都係滿意佢嘅服務，佢哋亦都係經過培訓，揸嗰個相關嘅路線，亦都累積咗經驗咧。如果佢係可以繼續喺度服務翻嗰個相關嘅線路咧，其實都係對嗰個服務穩定性同埋嗰個質素都係有幫助嘅。咁所以我哋都理解，可能唔少嘅而家嘅聘用緊外勞嘅營辦商，可能都係想繼續續嗰個相關嘅簽證嘅。咁我哋稍後就會公布相關嘅安排。我哋知道嗰個時間性25年年底佢哋到期，咁我哋會考慮埋呢一點嘅。本地培訓嗰度呢，其實我哋同僱員再培訓局呢，咁亦都係同一啲第三方嘅培訓機構同埋一啲營辦小巴營辦商，其實有一個3方嘅協作呢，就做咗一個係叫做
先聘請後培訓嘅類似嘅一個嘅培訓嘅計劃。咁其實培訓機構就會同營辦商做配對啦，幫佢揀咗個即係有一個相關嘅學生培訓咗之後呢，一考到個牌，連埋培訓有資助嘅情況下培訓，考到個牌之後呢，就會即刻可以去相關營辦商嗰度工作㗎啦。咁呢一個第一班亦都開始咗，其實3月份佢哋應該開始進行緊考牌嘅工作。我哋期望好快下一季佢哋就應該開始投入服務。我哋希望可以繼續陸續做多啲呢啲嘅培訓班。咁另外嗰2個問題，關於牌費同埋柴油車呢，柴油車嗰個政策就係其實都係環境生態局佢哋係就住改善路邊空氣質素嗰度定嘅。咁可以先講講其實柴油車嘅小巴呢，現在我哋喺香港係少過20% 係柴油車小巴㗎啦已經。咁佢哋用嗰個15年退役嗰個時間都係佢哋考慮嗰個希望達到環境嗰個零排放嗰個長遠嗰個目標啦。咁巴士公司我哋就因為喺嗰個嘅專營權嗰度，我哋有另外嘅一啲嘅管控嘅措施，譬如要求佢買車，佢就已經係可能其實未夠18年買新車嘅時候，已經係換一啲新型嘅歐盟6型或者係一啲其他低排放量。咁所以嗰個係最長係18，但係我哋有其他嘅管控措施。不過呢一個我哋都可以翻去同環境生態局嗰度反映翻阿田議員嘅意見。牌費呢？牌費嗰哋我哋都聽到嘅，我哋亦都知道現在嗰個實質嗰個收費公共小巴係相對較高嘅。咁我哋收費嘅時候，其實除咗運輸政策考慮，亦都有公共財政嘅考慮。咁呢度我哋會全面檢討翻下，睇下有冇一啲空間可以做一啲調整。